彰化一个67岁乡亲交朋友到落水溪边国军咧练拍枪的所在要掠野兔，想袂到掠倒来的毋是野兔，是一粒炮弹。厝内底人着青惊，马上来报警。警方嘛派出着处理的小组，确认是一粒也未引爆的120公里的炮弹，马上就甲运走了。嘛要提醒乡亲，千万唔通捡未爆弹倒来，毋若危险，阁会犯法。在警方陪同下，军队未爆弹处理小组到现场，经过比对，确认这是一粒还未爆载幺2洞炮，随甲刷走。借过一下哦。这粒未爆弹是住伫彰化一个67岁老先生捡回去的，本来伊甲伊的朋友约去落水溪边的炮兵靶场要掠兔仔，想不到无掠到兔仔，煞捡一粒炮弹转去，讲想要收藏。因后生看了后紧张一个。那个也有危险性。啊，怕伤到别人，就叫我爸，就把他抱到我们附近没有人烟的公寮那个。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那里。有一个炸弹放伫遐啊，啊，着大家人拢会惊到要死啊，啊，着赶紧报警过来。加在炮弹最后被顺利刷走，军方讲最近10几年来，军队伫靶场敢若拍练习弹，推测这粒未爆弹是搁较久进前留落来，嘛呼吁乡亲毋通凊彩捡炮弹，毋若有可能会受伤，搁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，上悬会使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